好多人都問我，你平時係點 keep fit 㗎？我講個小秘密俾你哋知啊，你哋都得㗎。大家係咪都會咁諗呢？美食當前又怕肥，想着靚衫又想線條更加完美。最近食緊隻好有效嘅產品，我嘅秘密就係佢啦。我條腰咁 fit，BMI 咁靚，身體嘅三酸甘油脂又咁低，都係靠佢。佢含有4大專利成分，天然又有效，仲要係日本製 GMP 藥廠生產 ，ISO 質量認證。我通常呢就會餐前食3粒，咁就可以輕輕鬆鬆享受美食，減少負擔啦。食咗之後覺得身體輕盈咗，線條都結實咗，仲冇咁容易積聚脂肪添。想同我一樣就快啲去買 Prime S 黑薑玫瑰控脂丸啦！記得 follow 我睇多啲分享啦，拜拜。